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咧就會教大家整一個 chiffon cake。首先將油同埋牛奶加入蛋黃嗰度，將低筋麵粉過篩，所有材料同埋份量都可以喺下邊 description box 度揾到。然後將粟粉過篩，之後咧就可以將呢一兜嘢擺埋一邊先。喺第二個兜度咧，就要將蛋白打至起身，見到佢開始起泡泡咧，就可以加入砂糖，咁就可以分開3至4次加入嘅。咁打蛋白嗰啲工具咧，要 make sure 上邊全部都係冇黐到油同埋水，最好用之前咧就用紙巾抹一抹。當你用手指掂啲蛋白，然後捽下呢，咁你 feel 唔到啲糖，咁即係話 OK 噶啦。同埋蛋白呢要係完全企身嘅，同埋呢佢係好靚嘅。蛋白打好之後呢，就可以預熱焗爐到320度，然後呢就可以將我哋啱啱準備好嘅蛋漿呢攪拌。咁要記得用刮刀刮下旁邊啦，同埋底部，咁 make sure 全部嘢咧都係混合好嘅。之後咧就可以攞少少打好嘅蛋白咧混合喺入邊啦。咁呢一個動作咧就叫 cut and fold。見到蛋白差唔多混合晒咧，就可以加入第二次嘅蛋白。第二次蛋白撈好之後咧，就可以加入最尾嗰一次嘅蛋白。咁呢一個過程咧都要需要大概6至7分鐘嘅，大家都要好有耐性，因為到最尾嗰陣時咧，有一啲好細嘅蛋白好難混合到。完全混合好之後咧，就應該係咁嘅。準備一張油紙啦，然後將焗盤咧搽上一啲油，將油紙放入去。呢一個食譜咧就係俾8寸蛋糕嘅，但係我屋企冇8寸，所以我用咗10寸嘅蛋糕模。其實我覺得焗嘅時間都係差唔多，只要你用一支牙籤 check 下佢幾時熟，咁就 OK 㗎啦。倒咗入蛋糕模之後呢，就可以將佢啲氣泡整出嚟啦，就可以用牙籤喺嗰個面嗰度畫圈圈，然後呢就可以送入焗爐㗎啦。焗嘅時間呢，就係35至45分鐘。焗完之後呢，就要即刻倒轉咁放喺一個 cooling rack 嗰度，直至攤凍。咁呢，就防止個蛋糕會凹翻入去啦。完全凍咗之後呢，就可以脫模㗎啦。咁同一個食譜啦，我用咗呢一個焗盤去焗，我覺得係唔同啲啦，因為呢一個焗盤中間呢有一個窿啦，咁啲熱氣呢就走得勻循啲，咁我覺得焗出嚟好食啲嘅。整好嘅蛋糕呢就可以做一啲裝飾㗎啦。希望大家鍾意我今次嘅分享啦，我哋喺 Facebook 同 Instagram 見，拜拜。